欢迎来看今日阿辉就来算聊天顶啊，然后好像声音有较大，帮我小调整一下。哎呀，无声，小调小，有安尼有，奇怪，歹势啊，搁小等者，调一下声吼，要是无啥会晓调整。哦，救人哦！嘿，大家敢有食冬仔圆？今是冬仔吼，大家我头拄有食一碗冬仔圆啊，嘿啊，要安怎讲咧？有包爱，甜甜，搁真有效，安尼。欢迎啊！今日咱要来继续算咱这个聊天顶。这个第二回，咱就废话减讲两句，咱就开始啊，耶！稍等哦，来，头开的啊，头开敢袂使，有食冬仔圆吼，差不多啦，就早5分钟先开啦，袂安怎啦？哎呦，缘投哦！你昨暗讲的迄敢拢有影？哦，对，咱要接续顶摆就是顶摆。故事继续来第二回，继续落去。家门的当然嘛有影吼。安尼我要写落去广告册内底，你后摆来我会使广告互你听。哦，聊天顶家己的故事啊，广告互你听。听起来袂歹。OK。所以是安尼，是讲聊天顶会使随时转来找5-6天广告，回想进前经过的关卡，透过广告功能嘛会当摕到进前绕沟去的物件啦。所以咧，了解。所以伊的选项内底就是有迄个广告回忆，会使转去算进前算过的关卡就对。了解咯。阿林讲要带你去酒仔庄，人哪还袂来？哎哟，不要紧，无赶，我阁有代志爱先去工月楼一撮。工月楼，你昨转来台北，还袂去找伊哦？要找啥？咱小等，到底有啥物新的角色会出现呢？昨本地要去，煞先去拄着低头肠仔的代志啊！原来是安尼。你实在是去紧去啦！先来走啊！先来走。哎呦，袂记安尼行路，安尼，好了解。去工月楼找朋友哦，会使甲人讲话呢。顶兴王文中就是欠教师啦。OK， 好，你欢喜就好。咱要来倒位啊？咱是要来倒位？咱要来北门工月楼伫遮，工月楼伫日新顶，刚才咧讲。今日有寒呢，最近拢足寒的。来哦，工月楼我来啊！哎呦，警察哦，毋是警察，袂见笑三脚啊！哎呦，啉阿九是安怎互拍？是安怎叫伊三脚啊？对啊。走去做四脚的路仔，当然欠一脚。四脚啊，上四脚啊！食屎啦！嘿对啊，伫遮恁弟人是要创啥？甲你有啥物地带？要相拍。等下伊敢若是迄个聊天顶，那大家拢知影伊送。
聊天顶，敢是安尼读？敢是读天顶？敢是读聊天顶？你要紧走好。来呀！无要小跑啊，无要小跑。你有安怎无？无代志，多谢了送。OK。对，因是安怎要领地理哈？可能是我伫日本人的店食头路。嘿，那要去日本人遐食头路咧？我要学日本人的技术，连讲开一间正大间的店，搁较侪人有头路，有饭通食，会使趁日本人的钱，爱水。赞哦！赞吼有志气，袂歹啊！趁人的钱嘛是一种方式。写毋对无怪。我想讲，我哪会读毋对？太有可能。对，添顶吼，安尼好，我无读毋对就好。谢谢5万尔，我要来去无用啊！阮的店面伫北门顶，了上若是要买肉，欢迎来北门顶找我。找我 ，OK。买肉，伊咧卖肉的。毋知这 game 内底敢有机会，互咱食肉。好，我嘛紧去你工柜楼，会伫你楼尾顶。楼尾顶有入口会使入去。我知咱要来爬山，毋是爬山，咱要来用爬去你楼顶就对。像看卖倒位会使爬起哩，应该是爬，因为爬字拢会欠字，应该是爬起哩。这欠字的问题应该是爱想办法解决吼，无咱这做者台文，无做者台文的 game 我知影即个尔。毋过咱后摆若是阁有其他的 game 想要用台文的时阵，就拄着问题，较困扰啊。这路顶敢袂使去哩？我毋知来试看卖。等下袂晓跳，好啊，袂使，好，别紧，跳哦，会使哦，哎呀，阿乖对，阿乖啦，阿乖我来啊，阿乖敢无伫咧？人伫，惊者。哎哟，险啊，互你惊死！阿乖无乖哦，阿乖是念天顶的青梅竹马，敢是安尼讲？大汉了后，互人袂去台北做艺单。聊天顶不时会来找阿乖开讲。对于无爸无母的聊天顶来讲，阿乖是伊唯一的亲人唯一的亲人 ，OK。想叫你倒来台北，无先来找我啊！我今日透早才倒来大条店，随着来找你啊！这是啥物？是啥意思？这是啥物？哎哟，上破纸！这一个看就知影是大名鼎鼎的聊天顶做啊，聊天顶做的吼，明明就是长得到台北啊！好了，互你抓包啊，名侦探阿乖，物件啥物件？送礼物咯，物件咧。哎哟，你一输夜梦的台中卖鸡饼啊？敢是迄个太阳饼？敢是咧讲太阳饼？这人有影是我的好小弟，像是恁小弟咱共年 ，OK。大你2个月哦。哎哟，安尼是这咧，我爱甲你无爱甲你磨喙花，敢是安尼讲？无爱甲你磨喙花啊？磨喙花啥物意思？敢是搭喙骨的意思？因为我毋捌听过。我要来食卖鸡饼。逐摆食的即个饼，我就做想阮阿母的。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我阁欠3个月钱，就会使赎身啊，爱水。我就知，对啊，我想讲，你想咱毋去抢，你去抢就有钱啊！一定是人毋愿意接受吼。阿峰安安，对，袂记甲大家小姐门口枵。阿姐老早毋是暗安，敢是暗安，好安安就好。阿姐老早安安就去车上安。Raphael 敢是 Raphael， 我逐摆拢无注意，惊敢毋知敢会通钓去。Raphael 安欢迎个阿峰安欢迎你来看。早就甲你讲过，钱的代志找我就好啊。亲像昨王文中的金库，我凊彩杀一块就会使甲你赎身啊。对啊，人遮好囝吼，
免得咱有约束你做菜，干来当做义餐好了解。你看，你看，敢若大稻埕鸡都有偌济去食，规台湾的艰苦人佫真济，咱较有气力，就爱甲别人斗相共。哎哟，是阿乖子，哈哈哈！阿乖虽然袂晓武功，毋过嘛亲像条添共款一身功益。对，我物件要互你，哎，来，送礼物时间，这啥？到底是啥？前几工去城隍庙求的，你几工伫外口走跳，这挂咧。哦，打，是讲打啊，是啥意思？这挂咧我较放心。啥？两个人毋讲话，所以迄个等你熟悉了后，安怎？哎哟，阿乖啊，紧准备一个高山警部高山警部来找你啊！哎哟，听起来足恐怖呢，伊个惊一下呢。警部大人才请，添顶你紧走，等下互高山警部看到就害啊！可是高山迄颗变态哦，是安怎？可是高山迄颗变态是无？我来甲教示一下。莫讲戆话，你身躯顶害案件有够济啊，紧走啊！无，就是身躯顶的案件有够济啊，就无差即条毋才对。哦，基做事的意思 ，OK。call up，紧走香火茶会记你挂。安尼你家己较细致咧，我练工才过来。哦，头可能一定是要甲拍吼，可恶，佫是高山即块的。等阿乖熟悉，我就带伊转去清水庄冰静过日，差不多要转去城隍庙找阿莲啊。先挂起来，等下。哦，对吼，应该爱读山吼，应该是高山才对。对，应该爱读文音，对，我惯死啊！因为有一个好朋友，叫做落山啊，落山迄拢读，伊家己，因为咱名是照迄个主人的意思来读啊。迄个好朋友落山拢讲落山，我就惯死读山，有影。来看要挂倒一种吼，头一个长棍铃，毋管敌人是啥款，抢出来一定是长棍。另外一个是安怎减少机关甲陷阱造成的伤害，无咱挂一个好啊。我看，毋过长棍嘛袂歹用呢。来，跟咱先来，对无毋对？先牵拖水啦，真正是好朋友。这就是咱对台好朋友，无啰嗦啊！我就是搞牵拖水啦。对待好朋友的态度，态度都应该是安尼，无毋对。现在敲电话去甲骂，无啦，他有可能。等下我要来倒位哦，我要来城隍庙。庙伫倒位？我就是上高找无路的迄种。陆天师要讲啥？头拄仔讲过啊，阿林讲要来带你来酒仔庄，人哪还袂到？来啊吼，来啊，陆天师陆天师添顶大的我来啊，好来啊就好。阿林毋知你的车哦，敢是？你讲也是无错，啥物意思？你是讲先牵拖，先敲电话去甲骂就对，袂歹。这是我平常时趁食的家私哦，我叫是伊嘛来做义餐吼，结果无，今日就请啦，好，安尼就麻烦你啊，来，出发来去酒仔庄哦，陆天师阮先来去，好来哦，伊路爱细字哈，一路啦，应该是一路爱细字哈，来哦，坐车哦，哎哟，袂歹，免家己行，到位啊吼。添顶大就要装伫淡水河对面，先伫遮落车，我带你去头前坐船。好，来坐船哦。对我来，行这边，我对你来。哎哟，等下去食呢，互伊钱啊。
好心的头家，请救命咧！呵呵呵。哎哟，你真重的啥物？哦好，或者就是一个会使互我更较强的物件。这阵会很准，嘿，小等就知影。无伊武功遮强，啥会很准？头前就是大船头行啦，大船头，嘿，行。哦，迄毋是去食是阿慧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敢有差？添顶倒来，这是阿牛，阮换贴的好朋友。对啊，这个若是有法度全部配音，真好，较可惜。真正是足可惜的。若是会当全部配音，我都毋免直接一句一句来咧读。无，就是讲，若阵拢有配音，就是你原底无啥会晓台文的人，你嘛会使用听豆豆来看有，安尼真正是袂歹。啊，毋过可能人医算无够。阿牛啊，即位是大名鼎鼎的廖添丁哦。嘿，阿牛食饱未？哦，或者啉赤牛，原来是油夹。原来是油夹乌剑名，古用。嘿，这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哦，阿牛本来就爱讲一个乌萝卜这话，吼，毋过伊无歹意，好了解。原来如此，真听无呢。添顶大你会使上阵啊？对，安尼吹讲台语会较利便，有影？落来，嘿，落力，嘿，落还阿牛啊！对啊，真足可惜的呢。什么意思？哦，一寡迄个讲一寡有诶无诶就对。头拄下骹有迄字幕，啊，毋过嘛无配音。我想讲，是安怎？无歹意哦。对。酒仔装，吼，是安怎？你共欺负，阮真是无钱啦。真袂当去拖，税金拢总是4.50块。保证大人是保证咧共欺负，保证大人你好心好行，小用通者。无法度啦！哇，看起来足歹呢。顶是日本人的规定，我也无度啊，也无恁家己去甲日本人讲，人会晓讲日本话呢。真是无钱，拜托啦！轻的要是有，啊无恁甲牛卖咧就有钱。哎哟，伫迄个时代叫人卖牛，应该就是爱人的性命呢。嘿啊，这要哪会用着？我爱靠迄只牛种作呢。哦，只爱念线 ，OK 线。啊，有影，对，应该是爱读线吼。嘿，甲牛卖掉，阮都活袂落去啊。安尼我只好甲顶司报告，日本人若怪做来，发的钱都毋若食啊。牛肉面迄阵应该无咧食牛肉面啦。哇！直接安尼甲呛呢。哎呀，是咧，这人目笑哦，你这人是目笑，行路拢无咧看，有够迄个呢。歹势，保证代志，我拄着听着恁咧对话，安尼啦，因欠的钱我会替因纳。倒数歹势，买啦，这就是咱爱互相闹开求进步咧，袂安怎？我嘛是爱靠大家安尼分享，我台湾话才会愈来愈进步，所以迄个免迄个啥，免伤过细字，想要补充欢迎大家随时补充吼。牛肉面爱等美国援助的，牛肉面爱等美国援助的牛肉罐头来才有。对啊，以早他有可能安尼食牛肉。因欠的钱我会替因纳。好。累啥物？好啊，回头有人纳就好。拢总是4.50，毋对，4.50，钱摕来5块，互你免走，真好。我当然会真好咯，会使搁较好，咱即个。我做野心的，我野生的无啦，我毋是野生的。我爱，袂使安尼，就是要安怎讲？我台湾话好，家己袂使讲啊，毋过恁会使讲，敢是安尼讲话，
嘿，真好，即摆算恁好高温吼，后摆莫去欠水。这牛肉面一碗，一碗爱偌济，我毋知，我无啥咧食牛肉面呢。野心真好吼，对啊，野心会较好，无毋是，总是爱迄啦，总是爱有一个目标，也是要爱互家己有一个拍拼的动力，对无？牛肉面应该拢超过100啦。哦，伊着叫做牛伯呢，牛伯讲少年呢，多谢你呢，多谢你呢，无啥散手尔。搁再讲迄嘛，毋是我的钱，啊好，上少爱120箍吼，对啊，应该拢超过100，可能反正150嘛有哦，野心掺野味，什么意思？什么野味？哦，伊就做牛舌呢，少年你，因着直接，伊偷偷就讲非定我，嘛毋是我的钱啊，因着真正完全拢无要紧，着直接当做无即项代志，继续甲伊开讲是咧安怎？少年的你外围啊人吼，来阮家装要创啥哈？我嘛毋知，叫毋叫我来，我就来。哦，对啦，要来去中义宫啦，敢毋知影伫倒位？胖达送来的150箍吼，我毋知我汉伫咧叫胖达送牛肉面，毋过若叫胖达送，反正爱200呢，对无？对，非得有人出钱就好，问题有解决就好，过程无要紧。伫头前尔，好，咱来中义宫吼。多谢吼，啊无我先来吼。来哦，中义宫，去食，救命，当然。来，你个要送我啥？你要送我啥物？哎哟，四色牌好耍哦。记录是一定爱记录的。咱来中义宫伫遮。哎哟，遮嘛会当记录，啉一茶。发挥就要开始啊！袂晓算4色牌，其实我也袂晓。毋过我会记得即个 game 伫庙口会使讲博迄个4色牌，真正会当博叫。啥物物件啊？送一盘的熟胖，倒位会送食一盘的熟胖。发挥就要开始啊！紧入去啦！来，发挥啊！哇，遮济人有影，遮济人。哦，各位乡亲，遮符啊拢有王爷公加持过一张30仙，当然人啥拢会当博有影。反正我咪当开一个台，互恁博，袂使，安尼犯法，对啊，啥物会当博啊？啥物学校的囡仔有送你一盘的牛奶呢？哎哟，你食着因的喙烂呢？安尼咁好？我要一张，啥物拢会使卖，这嘛是有影。要2张，嘛要1张，好。等发挥结束，向面散去啊！聊天顶遮行哇，清风身躯边。天顶兄你来啊！师傅这位就是我甲你讲过，聊天顶兄这位是阮师傅，大家拢叫伊阿兵师。袂歹，顶心迄件做了水气，有影是英雄出少年。哦，这28缩回吼。清风讲你有一块古董铜牌，爱我甲你鉴定看卖呢，是无？是啊，好，咱来看卖。伫遮麻烦你指点者。哎哟，安怎？这大出海的灵牌，啥物是大出海？大出海是啥？哦，古董，多谢补充。要哪称呼？看卖啊？
我毋知要安怎称呼咧。我看卖哦，鉴定，古董 ，OK。这位新的观众朋友，或者就按灯，感谢你听。毋知要安怎称呼，你会使拍字甲我讲，你想要爱我安怎甲你称呼？欢迎你来。哦，病啦，病啊，病使啦，对，戏病嘛，病安尼病才对。大出海本名蔡牵是，安尼敢是爱读文音，敢是蔡牵？好，我也毋知。哦，着按，安尼要叫你阿按呢，敢好？敢会当叫你阿按呢？阿按呢，你好，欢迎你来。伊是100当前的大海贼，专门伫乌水沟。好，多谢，欢迎。100当前的大海贼，专门伫乌水沟抢上船。伊下骹手有几若万名海贼，100外只战船。哎哟，100外只战船，听有够厉害。尾仔搁伫敢是后尾最王，自封是定海威武王。千国皇帝几若摆派兵，拢无法度甲伊收服。哎哟，这大看起不止啊 ，bad ass 哦。好，再来助手嘛是伊看手，李耀先人若水，武艺阁高强。这查某海贼枪法足准，我架一只船，一枪就打死水军地毒。枪子正着拿后，哎哟！李耀先战功无数，带一阵私人的查某兵，哎哟，部下拢尊称伊是蔡牵马。哎哟，听起来，对，淡水的旧名哦，对，伫淡水遐。你的坎布拉无够10只，安尼拍拼欠钱才会当买。欠钱要卖100只战船，应该就是较困难嘿。毋过伫一摆海战的时阵，李耀先不幸煞战死去，蔡牵足伤心的，所以调集几百名师傅替伊起一座地下墓，飞碟墓就对。对，嘛有讲，嘛有读路的嘿。我对应该是读。敢是第7条？对呢，第7条是第7条才对吼。我知影有读律，嘛有读理。我进前有一个老师，伊拢是伊嘛是姓李，毋过伊拢读理。毋过应该是读律的人较济，无毋对。毋过伫一摆海战的时阵，吕耀先安尼才对吼。是读望控，了解。好，佮读一摆，毋过伫一摆海战，吕耀先不幸煞战死去。蔡牵足伤心的，所以调集几百名师傅替伊起一座地下的墓矿，甲伊在生上甲伊的宝物拢放入去陪葬。敢毋是读阿鲁米？你阁想看卖？安尼，黄先生敢是爱叫你耶路上？敢是安尼讲？蔡牵为着防止人来偷恶梦，刁工甲起伫，等下，这支我有看过，等下，夭寿。无法度直接 copy 去书店内底。起伫啥物？起伫较压贴，敢是压？好，这字有较困难，我望后摆有一天，咱要做有台文的节目的时阵，边仔会当有白话字通看，安尼较困难的汉字，咱着互迄个像我即种台湾话无遐熟手的人，会当直接看较方便。小狗精木矿，
哦，这我嘛听过呢，这我嘛听过，这小机会我嘛听过，捌听过。好，佮伫员工迄集，甲所有的师傅换台，哎哟，压贴吼压贴，嘿，那像看过即字，啊，毋过汉得用，所以我煞袂记。嘿，压贴，嘿压对压贴好，多谢补充，多谢阿安补充。好，甲所有的师傅换台，哦，风纪走漏风声，哎，有够凶啊！这人也有够凶诶。好，哦，所以这灵牌就是迄个梦控的迄个算啥物？或者就是甲迄有关系的对。听讲内底财宝有够济，过去100年来一直拢有人肖像甲梦控，歹势我拍的，像要想象甲迄个梦控找出来，毋过无人捌成功过。死狗嘛是，搁想看觅。听讲要入去蔡牵马的梦控，爱有3道灵牌，你手头的灵牌就是光明灵哦，所以这敢若是其中一地就对，光明灵。这光明灵就是蔡牵当年用来安怎毋好啊！这然后这阿台哦是台哦，歹势哦是台是哦是台呢，我哪会读做台语哦台是 kill 吼，对 ，Barry 是台 ，OK， 毋好啊，啊台啥啦？若即讲出代志，伊伫，等下，我顶礼拜有查，啊毋过我真袂记得安怎读，夭寿啊！稍等啊，哦，红来，对，伊伫红来顶甲宪兵相拍，哎哟，啊人咧有安怎无？加在一寡兄弟经过，做伙甲安怎带转来，应该是带转来。哇，抬起来，会使甲即个抬起来，哦哟，袂歹，这会使偷去写迄个笑亏的时阵会使用。哦，对，压贴，哦，压贴的意思就是一个所在无人经过安尼，也是较隐秘，对，哪像捌看过，啊，毋过真放袂记，嘛算是学着新词啦，搁学一摆，上叫因加管营啊事，不过是规个东洋番，我报家群三两下手就会使安怎？会使互带转来。六节恁先坐来休困。啊，大你讲，迄边来甲六节相拍。哦，本城暗时才要出发的任务，伊讲伊家己就有才调，伊透早家己一个人就出发啦。哎呀，伤冲动，伤冲动。结果半路就拄着宪兵队拍起来，了解。虽然阮全身而退，毋过大家加减有着伤。下暗的任务，恐惊无得进行啊！我知，安尼就换咱聊天顶来啊。对啊，六节恁哪会遮匆忙嘿，算去人无代志就好吼。有诶时阵，咱伤过愤怒诶时阵，就会伤过匆忙嘿。师傅安尼任务要安怎？下暗若无行动，恐惊就无机会啊。本正，佮读毋对去，本正。感谢补充。惊啥物？等我惊讲休喘者，随就会使出发。看起来是爱休困。六节要是先休困啊。我看我亲身出马好啊，嘛袂歹啊。哦好。阿伯啥会袂用？伫你要带领28小岁，袂当去遮尔危险的任務啊！要安怎啊？我知聊天顶就会当去。安尼啦，恁啥物任務？哎哟，水气！安尼啦，啥物任務？反正我会使斗骹手啊！哦，感谢些天顶兄若肯斗3工，安尼就百面无问题啊！来，天顶这个任務无简单哦，清风，你先甲任務內容甲伊講。是最近阮得到情报
报警，最近阮得着情报，嘿，四骹为日本运一批军火入来，准备5年计划要用。啥物？愤怒的时阵的长壁，啥物是长壁？阮暗算去甲军火偷摕出来，一来强化阮的火力，二来要甲四骹绕开者。即批军火即摆放伫北警察，敢是有欠字？即摆放伫台北警察署的地下军火库，明仔载透早就要转运去全台湾各地，所以下暗是下手上尾的机会。添顶你想清楚，这北警察，所以无欠字。这北警察署内底是机关重重，毋是像顶险地行遐好攻破。无啊，顶险地行迄内底嘛有怪奇的机关啊，迄是有迄个边仔迄个壁有迄个天使，啊天使会举迄个机关枪，迄应该嘛算是做奇怪的机关啊。哈哈，下手，哎哟，安尼我一直都讲毋对。各位放心啦，我甲四骹对敌嘅经验，啥物？经验少亏，好，而且偷摕物件我上内行，放心交互我。等下，我查一下这词是啥物意思。真正呢，少亏啊，毋过少亏啥物意思？台日大书店有台日大书店有即个少亏，还是少客？意思是讲真济啊，无稀罕。原来是安尼，好，我甲四骹对敌个经验，少客少亏吼，而且偷摕物件我上内行，有影，放心交互我，来。倒位配头仔讲话才嚣摆，是安怎啦？歹势啦，即讲有各位，各有各位要袂甲大家正式紹介，即位是大稻埕来聊天丁。是大稻埕出名的義賊聊天丁哦，久仰，賊就賊過咧，啥物義賊哦？添丁啊，无即摆就麻烦你啊，后摆就甲恁遮当做家己的厝啦。你将来有啥物代志，阮28小岁绝对挺你到底。添丁兄咧，咱先来去准备，确定直接伫phòng内顶的北警察署后尾门集合。无问题。无问题。一个比一个赞。伊是安那啦？白贼嘛是贼有影，你安怎歹呢？这个人像咱遮歹，死贼仔玻璃上好莫拖累大家，也无我袂帮你煞。好啊，你太安尼，人要来斗3工呢。六姐你先专心疗养啦。你紧，啥意思？你紧插六节讲入去，或者就带入去就对。所以咱要创啥？咱直接来集合，对无？要劫军火的任务，就落还我了解。嘛对啦，做贼总是袂得人缘嘛对，就是。你讲的有影呢？对，你去车上讲的有影，就是凡说伊早捌互贼仔偷过，所以对贼仔就特别迄个讨厌嘛是有可能。贼仔个人原生 MMORPG 嘛安尼。对，咱若算 MMORPG， 有时迄个选项内底会使选讲要做贼嘛对。28小岁的人嘛咧鼓嘴，竟然想要去偷摕军火，你毋是嘛要甲人斗3工？国英老师，添丁，安那，甲我过来，遮歹。师傅过来啊！毋知有啥物代志。查是为迄个OK， 从腋下浮起来的意思。了解。我头拄仔嘛咧想，哪像有印象，毋过无解确定。平常时无
讲台语讲无够济，都不时会有即种迄个无自信的状况会出现。嘿，师傅过来，毋知有啥物代志，千万莫叫我转去山顶哈，一定是要叫你转去山顶，毋免怀疑。来，华台混用，对咧，一般台湾人嘛无通选，总是有时若无讲华语的生活就较歹过，所以嘿啊。好，师傅，啥物代志？我一直无爱互你落山，你敢知影原因？哎哟，这有配音呢，这规句的拢有配音呢。对啊，你啥无爱互我落山啊？哈？你讲我母鸡学无头，出来走跳，干那互你闹开尔啦。即句就无配音。好，除了即点，你敢会记得你今年有升官死劫？你讲足济摆啊！讲足济摆，那会袂记？你讲我嗨，不要读。为伫即档就有升官死劫吼，无代志，莫拍走。你讲真济摆啊！既然你拢知，为什么搁一直大乱说？到底是为虾米咧？死劫劫不回来，我就是无聊死啊啦！山顶都无聊诶吼，所以死劫也袂到，就会先郁住甲死。OK。我袂讲，我袂讲。哎哟，毋过话搁倒转来，师傅算卦毋捌失算过。哇，伊讲了对咧，若准备伫山顶死劫嘛是会来，嘛是会使安尼思考吼。嘿，所以到底想要讲啥咧？树要勇如泰山，轻如鸿毛。哦，嘛对吼。嘛对，嘿，迄啲人拢是要死啊，嘿，总是爱死的，无就是伫死进前做一寡较有意义的代志，有影。哦，基友，好，感谢阿杰补充，所以是基友年，基友年，有这个升官死劫。准我甲你拖转去嘛是会去逃走，当然的咩？好，袂歹，安尼就踮台北家己变看。多谢。多谢。哦，有一个条件要做甲到，啥物条件咧？师傅请讲。若是发现你不忠贞，随甲你掠转去山顶闭关。哦，好，咱就是爱练，我知不时爱甲师傅相拍，拍袂赢就袂使安尼。是，好。哇，好，要来相拍。先验收顶摆迄四招吼，来，柳影棍先来。惊会伤着你老大人，透可能。凭你三脚鸟的功夫，那伤我会着，叫是我抓过的你。那会连你都讲即句，那会连师傅都拢共款要讲即句啦。我迄个拍迄个，拍迄个啥？拍迄个罗马，逐个拢甲我讲，我抓过的你，伊跟拍到足烦啊！那会连师傅拢要讲即句，哈？哦，救人！来哦，看招！动作无可惜。我毋免家己功夫对功夫。哎呀，佢哋拢会得糖尿病，可能嘛是爱做水啉。嘿，你讲了对，请啉，加啉寡，安尼较开碗，安尼较开碗，嘿。这时代是啥物 ？tape 过诶，敢有较好？应该嘛无较用啦。哎哟，一部飞腿，一部飞腿，你要踢着张国英的面，雄雄一阵青影刷叮当。张国英袂术拆做两身的，幻化出两个张国英，徛伫聊天顶相并边啊。
啊，这什么？哇，天啊！心无影，哎哟，有影无影。廖添丁要袂赴反应，两个张国英合作拍出刘影拳，甲廖添丁，站倒伫涂骹。师傅头食步，竟然找人斗骹手，找家己敢算是找人？找人斗骹手，倒一缕目睭看着鬼啊！拄则明明，哎哟，新招，起来，即招叫做心无影，是本门绝学。哎哟，甲口诀记起来，口诀是啥？我拍到进前的瞬间，要试即个 OK， 倒手柄 Shift。大招闹兄弟有影，甲家己当做兄弟，无毋对。即招好好练，保你任何代志拢会方向化结。天机不可漏下，我为哦公告家。天机不可漏下。安尼咱就来看到底安怎咯？地主知影，多谢师傅。这恁师娘交代要互你的。哎哟，啥物？好啊，你紧去吼，有缘较接转来山顶，师娘真挂念你。做面安尼我先来啊。水。哎哟，阁有破军令嘿。最近观音山紫气冲天，看台北城有大代志要发生嘿。敢会甲一颗臭小鸡的结束有关系呢？哎哟，你若问，应该都有关系啊。耶，通好来北京测试啊！记录者，去这救命当然好，当然嘛好。来，送我物件，多谢。安怎？哦，是拄则甲咱斗相共的少年呢。阿牛啊，就是伊，紧甲伊说，赶紧甲伊说多谢。哎哟，竟然是你！白贼七仔姓白贼，毋过有时白贼话嘛救人哦。哦，真正是袂晓讲话呢。见讲着遐乌鲁无济有影。什么新武新武敢会较有武功招式感觉有应该有，所以安尼应该是新武。看卖安怎读？学蛋。新武，新武新武新武影，因为我头拄仔现迄个书店嘛有读毋过影嘛有，新武影听起来较有迄味，别，因为书店真正有无影较好啦，无影听起来就是有影无影，歹势莫见怪啦，袂关系啊，袂要紧，拄则甲阮斗相共，我花礼才会用着。互我啥物？互我一只牛，无啦，太有可能。这啥？一粒柑仔。多谢，到底是啥？少年，你要坐船倒去大钓埕是无？是，安尼阿牛，安尼你紧带去坐船。王过来对我遛狗行就对，哎哟，这角色有影趣味，顺行有闲过来坐，好了解一定。啊，摕到这，等，我是不是爱整理一下我身躯顶的迄个山顶海味糊？哦，摕悬食挂包的时阵，迄个保护的货啦，安尼水。无牛猪嘛好，有影，
会使摕转去煮。我会甲伊讲话，袂使直接上船。结果嘛是直接上船啊。好来拍警察。阿良师，添丁啊，安怎？久见阿良师。前2天去南部挂货，收到几若只袂歹的鸡丝，水哦来买鸡丝，来用送的水啦，熬做生理，熬做人。这支送你，水，这边哪会好意思？我是真好意思啦。我一转来就听讲你去教是王文忠，爽啦，但无我盘手表达敬佩的意思。OK， 多谢。水，这有真侪袂歹的鸡丝有用来洗咧。日本地道，好心的头家救命咧，当然。对，王哥、六哥嘛是，毋知影即摆的人敢，毋知影即摆较少年的敢知影，像我就是有观点毋知影，就尾才豆豆研究才知影有即个系列，敢算是系列，就是毋对。鸡丝面，啥物鸡丝？鸡丝面。对啊，有一个号做台文鸡丝面，伊就是甲大家传迄个台语文相关的鸡丝，伊就是用即个话音嘛。真正是大好人。这物件送你。老来与哈台，这我毋知影是啥呢？这我毋知，所以伊是有参考的呢。原来是安尼。我感觉咱用台语文创作的时阵，有时真正用这种参考的方式嘛袂歹，就是你看迄个别个所在的人咧创啥，对，比如讲欧美的戏出还是啥物货，你看即马较实行海外有其他的人咧创啥，你想看会使来想看卖安怎用本土语言甲袂当讲结合咧，甲参考甲做出来，这嘛是一种方式。那大家若是想要用本土语言创作的时阵，嘛会使为这个角度去开始。小等下我耳风，我啉一下水，是哭讲。足久无讲话，所以就一直讲话。迄个小安啊，阿慧的卡啥物啦？啥物货啦？我卡成啥啦？敢要改者好啊，你改啊？安怎会使的无？搁一个啊？黄土水，这名敢是？等下，这名，伊毋是艺术家，对无？做名的迄个，咱迄个，对，那会用的名。所以即马算是。对，台湾艺术家，这大家课本内底，毋是大家，就是即摆的课本内底拢有写的呢。谢拓即摆咧上班，谢拓即摆咧上班，莫管是谢拓，多谢你来偷看啦。迄张敢要挡者，迄张倒一张，倒一张，我的尻川哦，我阁有尻川啊。对，甘露水的创作者有名，大家应该，大家可能足侪人拢知影。真有名的艺术家，伊捌去日本，伊捌去日本学美术，搁有迄个互选入去迄个帝国的迄个号做啥？或者就是日本帝国的迄个算是啥？美术的展览会就对，出名的台湾艺术家。但嘛较侪人知影，对。即马迄个课本拢有改啦，拢有互大家较当认捌咱台湾的足侪历史的人，足侪台湾历史的人物。水啦，阿水应该是阿水，等下伊名读我看卖。对，水阿水，你实在是天才呢！搁叫看卖先来走，哎哟，搁会晓修车哦，车歹去啊，就淡水，对啊，
疫苗要读，看卖看卖哦。奇怪。啊，毋过是安怎阿扁的名上读做淡水扁？Wikipedia 嘛是写淡水扁呢。啊，毋过伊都毋是读文音。我知水会当读水，啊，毋过我看迄个黄土，伫 Wikipedia 顶面，黄土水的名两种拢有写呢。伊伫一个所在写黄土水，啊，伫另外一个所在写黄土水，毋知影倒一个才是对的。而且，我真正毋知呢。哇，毋知影倒一个才正确的呢。好，你无确定。好，啊是安怎？看一下日本版的是安怎写？日本版的是写黄土水，好，安尼咱读土水。对啊，真困扰啊！中文版的，因为伊无迄个其他的版本，伊就中文、日文，佮有德国话甲英文啦。日文版是写黄土水尔。看卖哦。啊，英语的嘛是写土水呢。安尼可能是有人迄到编辑到编修的时阵嘛，甲迄个改毋对去，甲改做水啊，毋过毋是。好，安尼了解，大家了解，安尼是黄土水先生。加在有阿水甲我修理好啊。啊，添顶倒的中义讲遐安怎？熟悉一寡真心实的人，会有一个计划同齐行动。有影，啥物行动袂使讲啊？这太会使讲。嘿嘿，对袂使讲啦。听起来真刺激吼。祝恁顺时。啊，添顶倒的我甲你小解这个车牌啊。我知迄巴布。后摆你伫路顶看到这款车牌啊，就饲一个顶悬的巴布，巴布。听到声就赶过来，方便啊！载你去想要去的所在，载免钱的水。多谢。多谢。免客气。好，无代志先来无用，了解。好，等下你滑头走，我就随饲巴布叫你转来。会使呢。你去无用是无？你甲我过来。毋过警察署伫倒位？警察署伫倒位？我煞毋知。有写啦，伫phòng内顶啦。伊头拄毋是为倒手边去的，啊是安怎搁为正手边来？伊是射地球射一轮哦，伊直接走地球射一轮转来。哇，遮紧呢！比高铁搁较紧呢，比火箭搁较紧呢，有够厉害！亲像咧误囡仔，啥物误囡？哦，你是讲迄个囡仔咧吵的时阵，就甲迄个，互伊耍安尼。送我啥？好，拍人家疼，水。然后，搁有，来，互你钱。走去夏威夷尔咱来去夏威夷。金蕉酒是啥物？来，互你钱。来，送我。阿优西，听讲冈山老岸内底小介真济台菜，想要找一本来参考者。叫我去找册啊，叫我去找一本册。有机会一定。你搁咧甲人欺负啊？自首。水，即摆是相拍时间。来，上面互我讲尻川。夭寿哦，天啦！石头摕来，棍仔摕来。
哎，你创啥？闪啦！嘿，所以好是。安尼我互路边去食，拢无收着，就食一半的便当。你要食一半的便当创啥？你是想要食去食的脆烂哦？哈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奇怪，咱毋是要来迄个警察署？怪奇咯。对啊，敢毋是伫遮？咱过来一摆，来一个免费的警察署，敢是即间？若是去食是美少女，你阁想看觅？建议阁想看觅啦。咱要为遮来哦，添丁兄你来啊，对，我来啊。搬过即道壁，就是警察署后尾门嘛，是地下军火库的入口，所以要开始行动啊未？要未有一个问题，先解决啥物问题？哎哟，狗啊，请因食烟肠啊！有人弄入来是无？无人，莫乌白背啦，好，还要来休困啊。有警犬咧顾后尾门，有人挖紧就会大声吠，伊若吠警察挖来了，爱想办法，互迄只狗点点。好，来想办法，互因食迄个啦，巧克力豆。啊，我敢会当直接甲因拍拍，直接甲因拍死就好啊。有够凶！我都安尼直接过去。伊就是腹肚枵，才会肥袂煞，摕我肉甲饲。袂用即只狗若食伤济肉，就会肚骨安尼，就无法度顾门。哈，真好传一寡肉。对，早起拄着阿九，就是伫迄个卖猪肉遐食头路。安怎对付野狗？我毋知，我罕得拄着野狗。嘿，啥物？伊努啊，好，我知，狗是静生。嘿，我知影你要讲啥。报告啥？通知业送，讲货拢准备好啊，下暗一定爱来领货。这货是啥货？定是咱现编出来伫遮。商本，你对28宿货了解偌济？一个新出来的土匪集团，阮嘛当咧追查，目前知影带头的是个道士，甲画倒转去，安尼袂歹，比送较大声吼。正好拄则收到密报，28宿货下暗要来偷安怎？偷插书店。偷袭要来偷袭咱的军火库，堆渣啦，对，堆渣啦，无讲就会退步呢。啥物警署嘛敢偷袭？密报内底有讲着啥？有廖添丁，廖添丁嘛会参加即摆的行动，有够气的。即摆我一定要掠着廖添丁。来，有即份日情真好，毋过实力才是关键。实在。哎哟，敢若靠警察部的人根本无法度应付廖添丁，找宪兵团的人来甲你协助，恁着爱好好合作，毋通阁失败哦。哎哟，一定会失败啦。来，买吧，等下，互你钱。耶，互我物。爸母真有声，伊伫北门吼。好，来买吧。伫遮。哈，有卖牛肉。好，要买肉无？哎呀，2斤啊，来。啥意思？听阿舅讲，你早起甲斗相共，即阵做社咧。多谢。对，日本人，对，是日本人，嘿，老力，头家台语讲得袂歹。对，来台湾生活加减学过是应该，无毋对。
无毋对，哈，有诶人吼，好无代志。可惜我诶台语字典，台语字典拍无去，后摆袂当好好学。会使，你会使搁买一本，不要紧。那会拍无去。哦，前几工有一个普龙宫诶人来偷摕钱，想到连桌顶诶字典嘛杀走去。哦，普龙宫诶嘛想要学台语字典啦，嘛想要学台湾话啦。哦，因拢比伫下水道会使找倒来 ，OK， 就是应该是顶摆咱来迄个下水道吼，迄个人套都有对啊，嘿，啊你是讲咱聊天顶诶去行遐路夹人套吼，夹一本人套有影，嘿，好，哦你真热力，嘿，这是啥物？另外任务吼，我甲阿母诶种种拍毋见啊，啥物种种？看一个有入坑的种种，好，看着才甲伊讲，好，完全毋知影啥。好，啊，即摆来创啥？即摆来有肉吼，啊，转来警察署。对，这边，来，互你钱。是毋是有起价啊？来哟，集中到等啊哦！食肉戇狗，哎哟，好命呢！无代无志就有肉通食，高丽菜嘛起价有影，有风台来就随起价。好，先就去探路，恁等我暗号。好，来。哎哟，这啥？我毋知影涂骹底有即个军火库，即款规模根本是兵工厂。哦，听讲是为着5年计划才秘密建造的。好啦，又到。搁咧食碗粿，碗粿好食，还咧偷食碗粿。哎哟，紧来孙儿。嘿。对，恁兜猫仔食甲比你较好，嘿，当然，猫仔拢是过甲比人较爽，这是事上的代志。即摆一定要聊天顶哦，哟，这是，搁伫遐拖刷刷去有课的饭桶，哇，这看起来有够样呢。哇，看起来有够九九的，有一个九九开，哦，看起来做九九开的。吉姆克就是食好做轻课哦，再连一个死查拉波都无摘掉吼。哦，哎呦，看起来有够恐怖的。管他是聊天顶还是聊天饼，啥物意思？这敢有好笑？只要我的军头母伫咧，甲伊煎甲变肉酱吼，甲伊煎甲咪咪毛毛的对。恐怖。这支手棍是咧钓狗，啥物手棍？啥物意思？伊现在创啥？咧甲伊握手啊？啊，随便小跑，来，有闲就去试试诶。找无迄个哦，无遐简单诶。摕来，哎哟，要死啊！等，食啊！我这无摘掉。等下，我伫倒位？我是啥？我伫倒位啊？我伫遮。我袂记你安怎食饭啊啦。好安尼。喂！袂记你抢物件，来，水，哎呀，真歹看呢，安尼用这部的，我讲我啦，水，这敢是凶杀版的？是啊，这是凶杀的啊。
我嘛感觉这段较无遐困难对无？啊，先落去探咯，确定无问题，才拍暗号叫恁落来。啊，因是要创啥的？负责件咯。好，记录者。对啊，我应该是开香插吼。要倒位看？对，香插无毋对，香插，安尼应该是无啥问题啦。香花茶啊，衣冠限制，山珍海味，好，无问题。敢毋是遮？对，开门来。伊写啥？哦，惠诺用心，好。哎哟，来人险啊！啊，夭寿哦！要创啥？啊，夭寿！我断掉。哦，天啦！对，食饭。阿慧用心，嘿，阿慧做用心的，免烦恼。有食饭啊，看到诶，来。哦，机关枪呢？想要创啥？请好我啦！无摕到，无摕到。水。物件摕来，这啥物？哎哟，这个袂歹哦。耶！看到来。啊，断掉。哦，这个足痛的。来，你个有啥物好料的？这不是钢筋，这滚刀呢？这看起来像滚刀啊！这拢有物件通好摕呢。安尼我头拄有几若个箱啊，拢无摕到。遮无咯。哦，有咯。安尼就上来啊！我直接透过迄个呢，我规个人直接透过迄个涂骹呢。低度色，安尼，这啥物？炸弹哦！有影呢，恐怖呢！哇，伊这灯牌袂当为头前拍。灯牌无去。嘿，地雷，敢是讲地雷？我毋知。食饭。要死啊我！还有这哦，出头遮济。芭乐对啦，拢会当互做芭乐啦，拢是芭乐，莫分遐色，莫分遐油。啊，这恐怖诶！加死，互我！啊，无加死。有加死。哦，灯牌会使用踢的，甲踢掉了。箱仔袂当开哦，箱仔袂当开。是呢，真要死啊！听啦！哦，要死啊！袂晓拍野球，
哎，有拍到，食食饭，食食饭，要死啊！哎，野球咧，哇，无野球通拍，所以。好，会使会使，哎，记录，水，腰袂歹哦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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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啉只茶补血，水互电甲叽叽叫。哎，这危险啦，莫囥这啦！哎呦，这啥？哎呦，好耍呢！哎呦，跳唔着边。加死加死，多谢。伊写啥？哦，站伫迄，来了，好，安尼站落，哎，别，哦，惊一下要死啊！站落，哪像有较悬？应该有啦，伊讲有就有，水。哎，哦，安尼，哎呦，踢球哦！这应该有咯吼。可是挂包，怎无欠挂包呢？哎呦，啊，无倒过，好。哇！伊这情况起来较恐怖呢。你哪位遐走出来拢无讲？哈，无出一个声。加死来啦！咦！要死啊！食挂包无代志。伊讲这有保障。有，伫遮水。哦，头拄是位遮来好，过来遮无路，所以就位遮来。哎呦！啊，要小拍你哈，加死踢啦！哎，袂歹，是枪。哎，无代志啊，有代志啊，搁有代志，听啦，救人哦！啊，无猜我的挂包。这支搁是啥啊？夭寿！哦，惊者。哦，你头拄浮伫空中，我看到啊，搁看一摆。哦，浮伫空中。好，来楼顶，坐流拢来。哎，可以当记录啊，真好。来下骹。啊，夭寿哦，遮侪人哦，遮恐怖，哈！迄支无效啦。哎呦，我这样都搞笑没有？啊，掉枪！啊，夭寿！要死，要死啊！我先食饭。我太无多拍野球。
欸，掠无迄个时机啦。欸，太安尼。哇，袂使安尼。我来楼顶甲你拍。哎，踢球！卖啦，踢球，卖你啦！哎，成功啊！无拍到，太安尼。啊，有啊。哦，斜的无法度，爱较直的，嘛对啦，嘛对。而且有的角度伊会迄个呢，伊会闪过呢。哎，所以聊天顶是一个拍野球 game。啊，是，食好爸爸，食个爸爸，给好推。哦，无，迄是食好肥，无共款。麦克拍，请摕来，多谢你的请。站落。啊！我应该留迄支枪才对，我摕这要创啥？枪，我要爱你的枪。来，我过来。所以解决啊，这是啥啦？哦，我了解啊。我跳落，佮用低度，后壁是啥物件咧带？哦，是机器啦。哦，夭寿哦，这边安怎？这是雕钢的啦。而且死个足凄惨的呢。这关是咧安怎？这个所在是安怎？我想看，我应该是跳落，啊高落，啊搁跳落，这咁可怜。技术爱做好的呢，技术无好呢，死啊！啊，差一点啊！啊，我会当卖插迄个绳啊！真足痛的，痛到要流目屎啊！要紧，我先卖插迄个绳啊就好。安尼上无迄个做啥？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就对。诶，无就死啊！耶！拍你死！来，加死来！欸，你想要偷拍？哎呦，你的加死嘛，无啥物了不起嘛。来，咱来拍野球来。啊！水！等下食饭。啊，夭寿！哦，这真困难。哇！是啊！哎呦，我踢到伊的尻川，加死摕来啦，有够烦的。所以，安尼嘛会使啊？袂歹。啊，太阁遮侪人，呵，恁跳来要创啥啦？安尼我较麻烦呢，安尼我佫较无方便呢。哎，啊死啊！过来是啥？来倒手柄。下骹毋知是啥物哦。哦，来啊！军火库，先记录。哇，安尼感觉黏咪就要，哎哟，
连面都要拍甲咪咪毛毛啊！我有闪过，算我搞，甲你讲。哎呦！会使。袂歹哦。疼啦，加死疼啊！所以，过来是，哦，这上面 A 啊，这上面特别的 A 啊，大蛙酱啊，起 space， 水，会使直接背。钱，挂包呢，价钱，无说是起掉，哦，袂歹哦，帅要来倒位，哦，了解，我要为遮去哩。我来啊！铁球有够烦。哇，打拳啊！我知，莫插伊，袂使。听啦，有人哦。我还要死啊我！哦，这只饭嘛袂好救。我太个要拍一届。安尼我应该搁爱去 Q 一摆迄下呢。跑你死！太无咯。哦，免个 Q A 啊，已经会响啊。加载。想看卖哦，咱要哪来？安尼，有进步水。是。听啦。我想看到底是安怎？安尼呢？过啊！哦，这游乐个这无都爬迄个墙，了解。这有较困难呢，这有较困难淡薄哦。无爱啦，足疼的啦。等下食饭，无要死啊！我都食饭。哦，好哟，佮要中拍，安尼敢好啊？恐怖！哦 shit！ 要死啊我！
哦妈啦！哎，呵呵呵呵呵呵呵。哎，过。想看麦？哎，其实安尼的，哎，安尼敢袂使？太安尼。阿辉敢有互电过？你是讲倒一种电？你是讲咱一般讲话迄个意思，还是真正港的电？正港的电应该是无啦。你想会算遐刺激的哈？哎，跳袂起哩！哎，有哦，有一个瞬间有哦。哎，奇怪，头有呢。好，夭寿。哎，有啊有啊有啊。所以开冰箱互电着哦，即种的哦，我捌互插头，毋是插头，我捌互插座电过。细汉的时阵。我嘛捌互漏电的电话电过，迄嘛有够疼的，互迄个漏电的电话电着有够疼的。别项我都无确定，敢会少年无咧算遐刺激的吼，歹势无。哎呦，这抓袂起。啊你敢会少年迄种感觉哈？小歪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无啥物落去。啊，夭寿，我拍到。哎，闪过啊！啊，夭寿！哎，我无爱死，我无爱死。哦，水，解决。哎，加死，哎。加死来！有时阵想着安怎，啊你着搁去发电者就好啊。你着卖我别讲，卖我别讲好啊。怎样啦？我知啊，庆忌来的时阵我会使用踢的，好。即摆会使用踢的，甲踢倒转去，了解。电丝筋活骨，毋是迄种叫做电疗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啦吼。哎，水哦，搞闪哦啊，白痴，啊白痴，是啊，啊是啊，我一直无说是试着 shift。痛苦，有够痛苦！哦，痛苦啦！安尼互切一刀，来顶面有啥？有佚佗物啊！啊好，啊好！迄是迄个呢？日本帝国旗呢？啥啦？等下先记录再讲。哦，对啊，望迄个，尤其即摆是寒天，咱鸟啊较碰摸，而且搁较，哦，我爱位食落去，较碰摸啊，较干，就有迄个静电嘛，迄是一定爱的。你就会有迄个啦，迄有做秒电感应啦，敢有听过？哈，迄有做秒电感应。
我想到无倒过。哦，这无路，这是无路是毋？太有可能。煞袂晓跳。真无路，有路啊！想到头拄无倒过。老瓜，这敢算老瓜？快来喵喵喵喵！恁若有想要听我唱嘛是会使出一个 shorts。不管相隔多远，都能互相联系，因为太多太奇妙的妙点感应。所摆紧甲伊杀去洗身躯哦，即摆阮兜猫仔拢毋是我咧洗身躯的，以早是我甲阮看的拢以早拢是我甲阮看的咧负责洗身躯，因为无都孤一个人洗，你掠迄猫仔掠袂掉。伊就走来走过去，根本无法度洗。啊，毋过即马是厝内是大人，伊原底做讨厌猫仔，啊，毋过伊就毋知影是安怎洗几摆，就洗甲真正做爱洗，所以即马猫仔拢是是大人负责咧洗。啊，是大人敢一个人就有法度洗，就才调洗哦。啊，毋过就洗甲迄个规身躯拢是撩痕，毋是撩痕，就是伤痕嘿。而且迄个规身躯拢是伤痕，佮会甲咱电。做趣味的，我想到无倒过，对啊，真厉害。对，一个人有才调洗猫啊，真是做厉害的代志，无简单。因为阮兜迄只足讨厌洗身躯的啦，更歹洗身躯就是要治伊的性命啦。啊，变去，不来急，个相连剑。这时阵甲我相连剑是考，要死啊我！苏克剑，迄应该是机器啊，迄应该是机器咧弹枪子。幸福的棋子，敢是安尼讲的？棋子是啥物意思？伤痕的意思呢？水过来啊！哇！要叫我爬遮远是啥物意思？水咬啊！淘汰者！要死啊！给起来！你摕迄支是啥？你摕这支是安怎？我要来，多谢。水哦！我来学生 Grand Theft Auto。哎呦！水啦！搁有啊！我要来。好我！夭寿，听啦，要死啊！你较省诶，无说等我无通算。好无？先几粒互我啦。伊利安欢迎。阿辉伫工厂上班嘛会规身躯吼，什么意思？啥物号做规身躯吼？啥物规身躯干啊？啥物？伫工厂上班嘛会规身躯拢是伤痕是毋？啊，我想要去工厂上班啊。等下，顶头是阁有机器哦。所以只夭寿，听啦。烦呢，有够烦呢！莫去甲我相连接啦！咖啡工厂，无我毋是去咖啡工厂，我是去咖啡厅呢，无共呢。无想要插。哇，无插袂使。做啥？
会使呢，哈哈，恁伫遐打打耍，哈哈，无我的代志。你昨有食着挂包啊？无菜啊！我讲遮久，我拢无食挂包，足危险的。哎，听啦，创啥啦？加死摕来！哎个拍，恁是咧？等下食食饭，救人哦！救人啊！无代志。哎，听啦，听无呢？食挂包无菜钱太，我是讲我头拄仔迄个炸弹，无拍着人，都无菜。卖，向后壁小拍啥呐？甲你去死死的啦！过来咧，哦，搁有哦，你直接就落啊！那会遮疼。咖比工厂会使跳入去咖比游泳，哎，袂歹哦。你安尼讲，我有想要来哦。啊，疼！哎，是，要死啊我！诶，要袂歹呢。哎，你太妖我咧！钱捡咧啊，轻的。哎，假死哪会无去？我头拄毋是有头枪？哎，跳落去，水哦！啊，疼！哎，水啊！我挂包，不要紧。去死啦！去死啦！哦，一个会使安尼啊？哎，去死啊！啊，要修，我来记。我要死啊！你想要无要落？我个爬作烦的，奇怪，哪啥啦？哦，伊是人啦！我想讲伊毋是机器。哦，是两个人呢。哎，好啊啦。啊，夭寿！啊，我无应该安尼，我哪会安尼生？我哪会安尼生？水是啊，耶！所以，唔人即卡，哎，记录。啊，干掉！啊，够烦的！挂包！诶、
安尼才有好。哦，你这听啦，啊，无摕着，别紧。继续来，多谢。我你这支搁较好。好啊，啦你。哦，两人一卡对啊，因头拄仔两个人，迄个秘伫工节迄个内底，真是看起来足客。哎，这敢就是迄个拍布的所在，敢是。记录。哦，那像妖袂哦。哈，耶！啊，无摕到假死，高兴。假死摕来啦！水啦！小妹，架子。哎，哦好，假死，假死要爬落啊！小哦！哎呦，死个遮凄惨哦！等，这啥啦？等下，这后壁敢有物件？我都想要知影呢。会喷火呢？喷了未？喷了。啊！要死！要死！我做想要知影后壁有啥物？后壁一定有物件，我讲后壁有物件。要死！啥物大金蕉都有大金蕉。哎，有物件水！啊！要死！火来啊！紧走！有啊！麦哥啊，毋是这边，惊死！好，无代志。啊，有代志。好，无代志。小啦。继续来，多谢。好，食饭。对，真正火来啊！真正是火呢，正讲的火呢。哎，拔落去！哎呀！哦，足疼呢。啊，夭寿！我袂使互庆子弹着，无我就爱顶来啊。哎，水无水。啊！惊一个！啊！安尼无法度呢，有够烦的呢，有够烦的呢，有够烦的着，这无遐简单呢。哎呦，不是戆人所想的遐尼简单哦，我是戆人，歹势。啊！有啊！啊，毋过有着伤，着水一半去，水一半就无水啊！哎，会使哦！水啊！夭寿！哎呦，伊安尼互我爱爬一摆。
是呢，是你去死啊！哦，你死，够烦的。食只饭，要死啊我！啊！我饲唔到。哈哈！叫做火烤就是美味。对，原来是算 Jump King， 哈哈。其实这是 Jump King， 佮有迄个叫做啥 Grand Theft Auto 啦。你看我摕这支，摕这支世界弹，对吧？摕这支遮大支的，讲一支长长，对吧？哎呦啊！别崩啊！别崩啊！哎啊！买了，买了，买了，买了！啊天！哦，要死啊！食饭。哎，无路，夭寿。啊，我们的白行的。哎，天啊！这有路无？有。啊，搁爱小跑，真麻烦。我想爱你迄支啦，毋是这支。我爱这支，我爱这支。小，小。小，请来，哎，哎呦，拍胖拍胖，要死啊！哦，伊这范围足大呢。哎，会使透倒转去，水。毋过人要死也无水。哎，我当时都有一支的。哇，摕无伊迄支。够无？无啊，好。所以，无爱长寿爱胖的，无食薰啦。我是要跳位倒位去。哦，风哦，迄是风。哦，你甲我骗。哎，搁有声啊，水。对歹，麻烦的来啊！即摆一包的偌济啊！你太问我，我都无食薰，你搁问我？阮兜无人咧食薰呢。哎呦，要来拍 boss 啊！水，水，这应该暂时袂有人来，因为人拢互我讲死啊！好，甲伊拢搬咧，是。哦，106到107啊，了解。食薰嘛是无介俗吼，嘿，无介俗。添丁兄，弹药拢装啥？好来走啊，头可怜。恁伫遮等我先去头前探者。我知，小等一定是要拍 boss， 啊，这个时阵呢。阿辉要甲大家讲一个秘密，就是我做想要放尿，讲话有够粗鲁，做想要去压灰，所以我总算爱用到这张图啊，系，互主播去压灰者。
我小等随转来吼，恁小等者。大家好，好势啊！小等者哦，来耳风。等下，倒伫遮，等下我头拄咧压花的时阵，佮捡到一只猫啊！来，讲话。你毋是做狗的？讲话紧，甲观众朋友讲话紧。太毋讲话，你头拄仔伫咧叫。你阮兜猫啊，毋过伊无要讲话。阿鸟讲话，哈，台语你听无哦？我平常时要甲你讲台语呢。紧诶，讲话紧。好，即只无效。有啊，我有甲噜噜咧，你无讲话呢。你是安那啦？你迄个，你惊车婚哦？哈，你避暑哦？好，不要紧，小等伊若想要讲话，才请伊来甲大家讲话。来，去边仔说。呼噜同学平安，欢迎。对，迄个看到粉火就倒，讲到槟榔就吐血。啥物？食酒我都无补，佮有讲到跋筊我都会去。爱用面哦，无爱。伊臭，经典诶。来聊天顶，莫去四界看啦，咱通好来相拍，看啥？好，来哦，咱应该是要来拍 BOSS 啊哦。好，咱来。哦，无歹势，猫仔入来了，随着要出去，我甲开一下门。猫仔拢安尼，安那，最近你拢嘛，互恁母诶啥物？互恁母诶猫仔吵着是毋？是安那？最近嘛，甲恁阿母吵着。你讲你哦？你是讲你还是猫啊？哈？哈嘿。这两粒是啥物？往来哦，这两粒往来是啥物？内底着穿拢无整理安尼，透可能。总算来吼，来相拍。哎哟，这两个迄骨力你，好啥物？好，你著是聊天顶吼。原来遮尔细粒子，警察科遐人是在饭桶挂车链，饭桶挂车链啥物意思？我边仔即个人拢皮皮喘喘，甲安尼要死啊！恁兜猫仔是恁爸诶？海啊是宪兵团诶中村那卡姆啦。即颗用敢若牛咧，杀人无数，外号人间凶器。天顶大诶，你爱细字哦。我知影恁先出去，我来处理。伊正踹甲要，看起来要踹着啊！哇，你嘛是真够应喙应字呢，嘿，真奇怪，我是惊到伊山啊动物园是无？啥物动物园？这是北京察署
敢互我惊甲戆去啊？无人咧甲你骂，你白痴听无？那毋是医山啊动物园太有大猩猩，而且是戆妈妈的大猩猩，真奇怪。即摆才听有哦，是后壁讲啥大猩猩乱讲可恶，你讲我是戆妈妈的大猩猩，看我甲你即只鸡仔囝啦，猎死哦，敢是猎死？对了，甲你即只鸡仔囝肉死，嘛有讲猎，差伫倒位？毋知差伫倒位？佮有内死哦，蛋哦，佮有蛋死，应该是蛋死，听起来较顺。来呀，戆猩猩，看起来做变态咧。安怎拍？你创啥？你安尼要算啦？你安尼要算啦？搁笑！好意思哦，穿遐济机好意思。我要死啊！我食饭。哦，伊可以坑炸弹呢，可以当安尼坑哦，哎呦，哦，莫笑啊，比屁消人，就，人咧食饭，你是咧食饭皇帝大捌听过呢？要死啊！嘿，戆妈妈学起来，后摆要甲人骂时阵会使用。搁笑哈！过来一道，跳过，紧！变态猩猩搞过来！踢到一卡！要受骨，还差不多诶。我有听到出来。哦，两边件物件应该有路用，来看卖。有路用呢。有呢，真正有呢。毋过我先食一饭。不爱食。敲着，这支啥？这支枪。买啦！这边要闪啦，这是要闪。弱すぎる。好，过来。哦，这人都紧的哦。哦！好瓜。迄是伊的手哦，迄是伊的手呢。弱すぎる。竟然讲我弱矮，我看你是不捌去过夏威夷。所以哭啦，都有哭啦。夭寿！哭啦！莫个笑啊！看你偌高。
在食饭，有没？欢喜哦！哎，你爱甲伊你讲呢？麦克哦，麦克香年剑啊，靠腰。哦，香年剑还是噔。弱すぎる。不要紧，过来，过来。哎、你是咧？看你偌高！你到底要哪写嘛？弱すぎる。想问有进步有影？是有啦。啊，不过到底要哪？我想看卖哦。到底要哪写嘛？唔知影射去伊后壁，敢有可能？食饭食饭，就会当试看卖吼。我睇袂使呢，伊会当滑头过来，对，伊会当滑头。哦，已经够跳呢，因为那四界跳这麻烦呢。哦，水哦。是啊，有进步，有进步，有进步。阮北高炸，阮北高炸，欢迎你来。啊，忝头。哎，要冲啥？卖。哎，听啦。啊！哎，哦，物件人落来当当庆记哦。呵，哦，有影咧。哎，我应该啊，水呢。原来是安尼，原来是安尼，原来是安尼哦。麦克车，麦克车。是呀。哎，无死呢。嘛是啦，拍倒转去嘛是会使。写袂过，对，应该爱甲拍倒转去吼。好，过来一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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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弱すぎる。哎呦，对啦，总是爱豆豆进步。是啊。啊！诶！哎呦！瞧看卖有啥？食饭啊！食饭，夭壽疼。哦。弱い。弱すぎる。哇！弱い。弱すぎる。跳过，来。哦，你当时坑炸弹，我太唔知。哎呦，食饭哦！诶、哎呀呀呀呀呀！啊嘘！啊，我们两只啥袂食？灯什么灯？哦，暗顿要食啥？要无决定。小等者想看觅。哎！要是有着情呢？哎，水！哦，足疼的，足疼的！哇，飞遮悬哦！
哦，这包都闪，对，这包都闪。食圆啊，头拄中昼食圆啊，提早食圆啊，提早食圆啊呢。诶，小等应该要是想要食一个咸的啊。哦，足疼呢！哎呀！来。哎呦，袂歹哦！无说饲着，原来是安尼。食咸圆啊，无啦，莫啦，会sen呢。哎呦哎呦，太安尼，太安尼，太安尼！伊是食毒的，伫咧笑个才欢喜。哦。咦？天！是啊。你的抹茶圆啊，搁倒伫冷冻，现在会使煮啊。盐水掺较济就袂膩啦。你搁想看觅？搁想看觅？要求要求要求！哦天哪！是啊，今日无要抹茶圆啊！我上爱食迄个麻的乌麻的，今日有食乌麻的圆啊，袂歹，甜甜，有够甜，水。而且食较甜的才会使袂甲迄个生活的苦楚放袂记啦，对无？哎呦哎呦哎呦！卖个大，卖个大，卖个大！哦天诶！你是狗呢？你跳来跳过去呢？别死，来啦！我都闪呢。搞唔遮呢？搞唔遮呢？啊，要收哦，无代志。
哦天啊！弱い弱开头刀诶，包蚵仔，毛蚵仔，你敢有包蚵仔？敢有成啥物？泡牛奶诶番麦片？敢有？敢是安尼？哦，掉枪！哎，要死啊！啊，死啊！哦，有哦，最近有包蚵仔呢，我捌食过呢，唔知敢好食。すぎる嗯。还有，哎，有水。啊，袂赴。弱い弱すぎる啊，会来玫瑰使撒出来番麦片练习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迄是甲三丽合作的哦，安尼哦。哦，安尼应该做一人介意哦，做一人想要抢哦。哦，做讨厌伊即部的呢。无体，有够无体的。差不多诶。Oh shit！ 哎，弱い弱すぎる好，过来。哎！这真有难的，有一寡波，唔知要安怎闪的。我掉几枪就要死啊！你。弱い弱すぎる等下，我们来看下在换什么符。这应该用袂到，机关甲陷阱无需要。食挂包牵来武器，这是不是较有路用？这应该较有路用。好啦，这嘛是会使用啦。是哦，你双条天顶是袂密嘛，袂闪的哦。啊，毋过你敢是耍凶贼？凶贼应该是足侪迄个该闪的着爱闪，无真正袂过呢。
哎，太好力气！来个球啊！哦，要手骨。哦，对，头拄挡的敢若有效呢，头拄敢若有效呢。弱すぎる。咱这个新武影这招足好用，啊，不过会晓掠迄个司机，毒酸呢？竟然是这种电动底啊，是这种的啊，小派好耍，啊，不过做困难的，我生上困难的，所以我即马做痛苦的。没事啊。哦，各位冲场，各位冲场，买啦！啊！买呢，买呢！我。哦！啊！弱すぎる。敢要试用等那卡姆拉换两边物件下底拍落物件底试看觅。好，若准有机会，因为我发现迄个伊走足紧诶，嘿，所以我要掠着有较困难，嘿，啊，毋过若有机会一定会来试看觅。啊，会敢有要牵拖无？怎无？佮要牵拖啥？这真趣味，对啊，这真趣味，虽然足困难诶。啊，会摆起门卡有，怎无？怎无啥物通好牵拖诶？啊！哎，水，食饭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无菜有影，无菜。弱すぎる。好哟，头到迄摆真正足顺的呢，足无菜的。要紧，一定愈来愈进步。免惊。随讲随着上，随。安尼敢有摕着？安尼应该算有吼，是啊。弱すぎる。耶！过来，过来。
哦，做到的呢。哦，要死啊！哎，这只饭也袂使，有爱，有这饭皇帝大呢，这饭先搞大啥啦？咦，那个点你的尻川啊啦，无人要看啦。加班。哎呀，想袂过哦。哎，无我的代志。哎，是啊，对啊，有够困难，真正有够困难。阿辉尻川较看意思无？我无尻川。弱すぎる。救人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一定会愈来愈巧，愈来愈进步，愈来愈顺利。嘿，大家免惊。大家免惊，惊无卡抓。哎，我死啊你！阿辉敢是用起盘算的死？弱すぎる。我是用起盘算的。卖用尻川。哦。诶、哦，动作个你用手环算才会强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不过我当无手环啊。啊，不过有影，我记得即个 game 有推荐，嘛有推荐大家，就是若种有手环用手环算较好。诶，所以大家若要算聊天顶，会使用手环啊。啊，我较算起来，嘿。哎呦！啊！
啊，200块，毋知买有无？应该有，应该要是找有。啊，毋过毋知呢，毋捌想过要买手环啊呢。要紧，有机会一定。哎。哦，伊袂停。哎呀，两条顶后壁嘛，介这大 boss 爱拍掉，后壁还有几哪个？哦，救人！所以讲这个技术，搁爱加磨一个啦，哦，无后壁无通算啊。是啊。食饭，水。哎，哎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。哎，耶嘿，耶，水啦！哦，总算是通个食暗顿啊！多谢大家。哦，我头拄发现伊伫迄个啊，伊伫边仔咧开枪，但是伊伫边仔倒手柄、正手柄迄两个平台咧开枪的时阵，我会使直接射去伊后壁，伊是袂滑头啊，伊是袂滑头的哦，水，恭喜，多谢大家，恭喜，嘿，过啊，总算过啊！即只大猩猩佫真厚面皮吼，有影到，枪指拍袂透，嘿。大义清风会使过来啊，紧哦！看起来足古锥的，你莫想啊！聊天顶，懂咧，上本要创啊！哎哟，哈哈，今日搁换来啊！根本当咧就开枪，做你开，哎哟！倒电，哎呦，好啲加载吼，看起来够恐怖诶，哦，
加在有迄个咱头仔学着的新武影吼，条添顶伫紧要的关头用迄部新武影美国岛电的致命攻击。哎哟，真是险啊！都着，应该毋是着枪啦，头拄迄应该毋是枪吼，嘿，好，抓面的后回有奇啊！原来台湾人嘛有骹手遮美丽的趣味啊！我看你是卖掠台湾人哦。哎哟，随后迄个，这啥？随后安尼踢落。对啊，真正是拄一个开枪就好，搞诶。精比手册庆气修则第7条，开枪真正爱先4击。好。哇，伊即个下斗真正是足大粒诶。哇，究竟无使即款废人啊好。等下中义宫，天顶说有2部7啊，会杀人的下害有影，真正下害啦。小可代志，何种杀人凶器的中村道明，互阮添顶大安怎啥物耍的，看无？有够厉害。哦，下暗你着了点遮休困，后摆甲遮当做家己的厝。多谢。多谢阿伯叔，安尼就作做啊。300哦，有影水。300啊，以后咱就是家己人啊，免遐搞礼数，紧去休困啊。哎哟，伫后壁的衫破一空真大空呢。哦，真足大空的，迄蛇面的，人玩到无？来讲新上任的警察署长岛田是日本国一列一的高手，不过伊嘛抓袂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廖添丁。但这声面子写了了，岛田敢会像安尼放添丁线？抗日组织28续会，后一步又阁有啥款行动？阁有就是古早令牌，这是关系到妖灵宝藏的秘密，和廖添丁的运命会阁有啥物款的牵连呢？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3回飞天晓贼，飞天晓贼哦，咱后礼拜第3回哦，才来算飞天晓贼哦。今仔日哦，咱第2回算是顺利通过啊！哦，多谢大家来看哦，今日足欢喜大家来捧场吼。咱哎哟，后礼拜周表还未做，毋过袂要紧，我应该明仔载礼拜的时阵就会放周表出来，嘿。好，则个爱甲大家宣传者，就是我迄个叫做啥？我12月28号，就是后礼拜拜六的时阵，我会开一个足长的迄个投资马自台，吼，就是土台啦，吼迄阵就是无重点就是我会开即个新年新愿望的即个特别节目，吼大家伫我的 Twitter 会当找着有一个表单是互观众朋友写的，吼迄个表单内底就是。互大家写迄个家己新年的新愿望，吼我会伫迄个后礼拜六的放送的时阵，吼我会甲读出来嘛就是甲大家的愿望读出来安尼，换你黑白写，袂要紧，做你黑白写，吼你想要写啥就写啥，吼真正无适合讲出来，还是会互变调，我就袂读，就安尼，吼免遐客气，吼当做家己斗，吼就是安尼，大家若是想要写一下明年有啥物愿望吼，会使来做一下纪念，做一下记录吼，就互我会使读者吼。等呢吼咱到后礼拜后回才继续收看吼，后礼拜才继续算吼，聊添丁的故事。好，安尼今仔日
咱即个海信就到遮吼，阿辉就伫遮甲大家讲再会啊，吼，来看一下有送吼，大家讲一下再会，晓得无？对，阿峰再会，阿杰再会，莫惊 YouTube 听无代志无啊，你若写一寡伤超过，我家己会甲迄个，我家己甲冻掉，嘿，我家己甲冻落吼。六三吼，再会，Good luck 吼，阿好诶再会吼，绿车上再会，个伊利再会，安尼咱的后礼拜线顶搁再相见，拜拜。